今仔日要甲大家介绍的俗语是“赢赢叫，破甲输输去”。这句话就是讲，资本有一个真好的生面，假使若袂晓要把握，长期尾是会输甲脱裤乌。公司甲业务部分做两组，要来做一场比赛，看谁会当摕到这摆的 case。本正阮这组是真有机会，因为阮写的计划，主管看了是真介意。毋过上尾的决定伫总公司迄边，谁知影别组的先甲计划摕互客户看，而且因拄好有资源，参客户有熟悉，规个 case 全互因摕去啊！原底阮掠准百面赢的，会摕到这摆的 case。哪会知影人骗咱较有赢面，真正是互人料想袂到。以上，感谢收听。